緊嘅係第5線道嘅噴火龍啊，跟住咧有第2線嘅順飛龍咧，亦都係緊隨其後。見到咧第1線嘅龍 Love 21 Foundation 香港遊艇會龍舟隊 B 隊咧，亦都係暫列第3位。咁啊，遠距離見到啦，每一條路咧，其實咧佢哋蛙掌嘅節奏咧都非常之齊整，非常之合拍。嗱，去到中段咧，通常都係需要好多嘅鼓勵嘅聲音，不如現場嘅觀眾朋友一齊嗌住加油好嘛？預備1、2、3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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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係啊，佢哋會聽到你嘅打氣聲㗎，一齊再俾多啲鼓勵嘅聲音！1、2、3，加油！加油！好啦，嚟到我哋賽場上面過咗我哋嘅第2個浮波位置啊，暫時領先緊嘅係第2線嘅順飛龍，緊隨其後係5號線道嘅噴火龍啊，然後暫時第3名咧係1號線道 Love 21 Foundation 香港遊艇會龍舟隊 B 隊，率先衝線嘅係2號線道順飛龍。跟住就係識噴火嘅5號線道親切共融龍舟隊噴火龍，而第3名衝線咧就係 Love 21 Foundation 香港遊艇會龍舟隊 B 隊，第4名衝線 BSC 同舟共濟 A， 第5名衝線嘅係第7線道 BSC 同舟共濟